面啫喎，咁所以佢帶我過去食粥咯。嗰間好食。但我真係唔會特登咁樣搭車入去食咯。會咧，以前都仲話 B 仔涼粉好吸引，久唔久都會有人即係專登入去，而家都有。又係涼粉，咁多人。係啊，一到禮拜六日就係咁噶啦。今日算好啦，未塞車，仲有車位。我就上錯路。影嗰個片咧，影嗰啲飯幾舒服㗎，其實如果住樓住呢度都 OK。不過而家暫時都係啲交通工具唔係咁發達咯，得兩架車或者 van 仔。至少佢覺得個感覺上啲人 OK 咯。哦，都係。不過我諗可能入晒伙之後，即係個商場熱情減退咗之後，可能好啲。但至少你居民埋，你覺得佢哋唔係講佢走。係啊。因為我之前就係我揾搬屋嘅時候，我揾好耐，跟住都唔知去邊好，好多都唔中意走嘅。講啲人都好中意